或许慢慢来，没有进场，这些是，对，我们等一下跟事情祷告一下就好。在你的愿以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们上帝殿中看门，不愿住在二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所犯的罪，求你赦免我们这些日子来所犯的罪，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所不知的罪，并求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你。借由诗歌、祷告、牧师的信息，与你有美好的团契，叫我们和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爱主、服侍主、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唱新灵粮诗选53首诸天赞美。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诗，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这样写在这样
妹请坐。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04篇第1章第1节到第9节，跟24以及35b。由我念 PPT 上白色的字体，那弟兄姐妹就请念 PPT 上橘色的字体。最后一节大家一起。诗篇104篇第1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以风为使者。将地立在根基上，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诸山升上，诸谷沉下。你定的界限，使水不能过去。第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用你智慧造成的，里面必满了你的丰富。35，我们信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为国家、世界、社会来祷告。我们一起看周报的第3页。我们为非洲国家查德共和国有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2区教会、新店圣保罗堂、王光裕传道，为教会奉献能够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的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此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为此祷告，为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为着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为此祷告。最后，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圣经经课由郑宝华姐妹来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旧约约伯记第38章，教会的圣经本是旧约532页。约伯记38章第1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5章1到10节，在我们的教会圣经本新约242页。希伯来书5章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谢谢宝华姐妹。接下来读经由我来攻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在教会圣经的新约51页，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上是神的话语。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跟着耶稣学领导。我们请蔡伟文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在这边弟兄姐妹可以享受很美好的冷气设备，还有我们很干净的会堂，还有我们的很好的这些的音响，还有我们的很好的这些的场地。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因为有许多人在这边的努力，有许多人在这边的付出，有许多人在这边的摆上，在大家还没有来之前，他们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些。所以我们来好像觉得哇，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就这样的先来做礼拜。但是我们不晓得，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做了一些的预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享受很多的这些的好像来就有的东西的时候，不是它本来就有，而是上帝差派许多的仆人、使女，他们在这边来服侍、来摆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有
很好的环境跟设备来使用。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一些在我们背后默默为我们付出跟摆上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祝福他们。特别要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6楼去看我们的场地。我们的6楼从我们的建堂以来到现在，一直以来它都当作是仓库在使用，但是现在终于已经清空了，而且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场地。也许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在那个场地里面做礼拜，有可以将近容纳150个人的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昨天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跟着我们的产业执事跟我们的文渠执事一起在那里，我们打扫整理，然后把所有的桌椅全部都挪开了，让整个场地都非常的美好。所以当我们在享受这一些丰富的时候，享受这一切美好的时候，让我们真的也纪念这些在背后为我们默默付出跟努力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身的参与他们，但是让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来为这些付出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祝福，让征战的跟看守兵器的都同盟祝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作是真的，也不要太介意。有一个人他说他的就是牙痛了，他就要去医院，要去牙医师那边要去拔牙。各位知道我们常常讲一个事情叫做牙痛不是病，但是痛起来要命的所以他就去这个牙医师那边要去拔牙。这个3秒钟之内，牙医师就把他的牙齿拔掉了，然后呢收费1500块钱。然后这个人他算一算，他说：哇，医生你真的是太好赚了，3秒钟你就赚了1500块钱。然后这个医生跟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慢慢来。听得懂意思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慢慢来3秒钟可以赚1500嘛，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慢慢帮你拔呀可是有去看过牙医的就知道，慢慢拔是什么？痛哎呦，如果不是很快把你拔起来的话，那怎么得了呢？所以技术虽然是3秒钟，但是技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水电师傅他来做一个东西，怎么才装个螺丝或是弄什么，他就可以赚那么多钱？他就是有他的技术。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一颗螺丝只要1块钱，但是它的技术有可能是超过那个价值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被人家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也许只是一颗螺丝，那颗螺丝可能就是服侍你的最主要的那个资源跟付出。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用感恩的心去感谢为我们服侍的这些人。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用这个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去服侍人，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花了很多的这样的智慧聪明去服侍人，但是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回应并不一定是好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100%的努力给这个服侍别人，但是也许可能有5%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回应并不是那么样的好。我最近看了这段话，让我觉得心有所感，而且我想说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他说，不要因为5%的负面评价去否定你的100%的努力。你已经做了100分了，但是也许可能还是有人觉得不够。但是不要因为这个5%的负面的评价去否定你的100%的努力，也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可能有人骂你或是有人责备你，他只是3-5分钟而已，但是不要为了这样的缘故影响了你这24小时的美好的心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讨所有的人的喜欢，我们没有办法讨所有人都能够爱我们，或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接受跟接纳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能够尽忠心尽本分就好了。只要讨一位的喜欢就好，只要讨上帝的喜欢，不是你要讨所有人的满意，不是你要讨所有人的喜欢，
我们没有办法讨所有人的满意，所有人的喜欢，唯有讨上帝的喜欢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也许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付出是别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但是当我们已经100%的努力了，也许还有5%是人家对我们的评价，但是不用为了这样觉得难过，也不用为了5分钟的这样的别人的评语然后不开心，让我们24小时都保持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上帝，面对众人，使我们常常心里面喜乐平安。喜乐是你可以选择的，不是外在的可以决定的。有些人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喜乐；有些人在很快乐的环境里，他仍然觉得孤单。所以喜乐不是因为你的外在决定，而是你自己的心里面你的决定，你想要决定什么样。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保持喜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赐的喜乐是世界无法夺去的。所以你如果相信上帝所赐的是世界无法夺去的，那么你就相信这个喜乐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选择这样的喜乐常常在你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一个很经典的，而且也让我们在这个10月份的时候可以去了解跟明白，有一些东西是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但是教会其实是影响过去的政治跟社会，一直到现在，我们应当都还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想法。很多人都以为说，好像你要得到什么样的位置，你才是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权柄。然而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提到一件事情：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的经文，就是耶稣的学生里面，耶稣的门徒里有12个人，这12个人里面其实各怀鬼胎，每一个人对耶稣的想法不一样。各位，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你看圣经，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一段的地方，是耶稣再一次的跟他的门徒、跟他的学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要去被文士跟法利赛人弃绝，然后我要被他们吐口水，然后我要被他们这个钉上十字架。所有的学生好像对这个东西没有感觉，你知道没有感觉，就是老师很挫折的地方，就是在讲台上讲的时候，学生一样玩自己的，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考试的时候问老师说：“你的出题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你出这个题目？”老师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学生还是没有感觉。甚至有2个学生他们好像稍微听懂了，老师你要去得荣耀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呢？弟兄姐妹，很多人想的是位置的问题，而不是老师到底在想什么。哇，今天老师如果不在了，今天如果这个班上这个老师如果没有这个教的话，那谁起来当大家的老师？很多人想要去当那个叫做位置大的人，甚至包括有很多人要去找人来关说。各位，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碰到有很多关说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关说了。请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20章20节的地方，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雅各跟约翰他们来求耶稣，对不对？马太福音20章20节，他们找谁来求耶稣，知道吗？找妈妈。找妈妈。所以你看那个图有没有？这个妇人，然后2个人躲在后面，他们做什么？他们在等着妈妈可不可以跟老师求一下，关说啊，老师可不可以让我的2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你得荣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可能在那边会觉得很万谈，就是这2个学生连十字架的路都还不知道，他们就已经在想着要分位置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团体里面要比大小。比大小是什么？谁要当头？谁是那个最小的？谁是应该要出来做事的啊？谁是应该是那个指挥人家的那个指挥者，或者是谁是应该是付出劳力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排位置，但是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或是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都是要排位置呢？弟兄姐妹，伟大的事不是来自于伟大的计划，不是来自于伟大的策略，也不是来自于伟大的组织。伟大的事情是来自于伟大的顺服和委身，来自伟大的爱与牺牲，来自于认识那位伟大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跟社会里面不一样的事情是，在社会里面我们要有很大的伟大的计划，我们要有很大的策略，我们要有很好的组织，然后把我们的整个组织带领起来，然后我们要有很多的分层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我们还要分大小，谁指挥谁，谁指挥谁，谁在什么地方。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伟大的事情是来自于顺服跟委身，伟大的事情是来自于你的爱跟牺牲，伟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认识上帝越多，那么你就知道伟大的事在哪里。不是要去讨人的喜欢，也不是要在教会里面或是在你的团体里去争某一个位置，而是要在那里要比较的是谁付出的爱最多，谁给出去的爱最多，谁牺牲的爱是最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希望，哇，我的权柄越大，然后我可以指挥众人去做事情，好像我拥有被众人拱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39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今天经文里面39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这2个学生没有马上的拒绝，但是他们问这2个学生一件事情。我们来看3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有没有受洗过？有受洗，对不对？谁帮耶稣受洗呢？施洗约翰，好不好？所以耶稣有受过洗，但是为什么这地方耶稣还要再讲一个东西，说他要喝的杯，你们要喝？他说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难道他们没有受洗过吗？耶稣都受洗，他的门徒都难道没有受洗吗？一定也有。那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个杯跟那个洗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你第一次喝酒的经验是什么啊？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第一次喝酒是在当兵的时候，我的连长他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而且他喝的酒还很不错，就是那种圈叉的那种。但是你知道那种不懂得欣赏的人，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好东西。对我们这种没有喝过酒的人来说，那个东西根本就是一个苦水，一种很苦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东西？当我的连长请我们这些干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拿着他珍藏的那个圈叉的酒倒给我们喝的时候，尝了一口，哇天哪，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趁着连长不在的时候，赶快把它倒掉。然后连长说：“已经喝完了。”然后那个东西，那个感觉就是你没有尝过那个味道，或许你可能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不好喝的东西，但是对于喜欢喝的人，他觉得那个味道是好的，是甘美的，是很好的东西。你把它倒过来想，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意思是什么？耶稣不是要这些的学生去喝那个甘甜的杯。什么叫甘甜的杯？以色列人他们吃饭都是跟我们吃圣餐的时候，各位记得我们在吃圣餐有喝什么东西知道吗？葡萄酒，对不对？葡萄汁，好，葡萄汁跟葡萄酒也都很好喝，甜甜的，至少味道是好的。但是那个酒如果是很苦的，你会觉得喝起来感受是不好的。耶稣讲的杯是什么？他要喝的是苦杯。耶稣要受的洗是什么？耶稣要受的洗不是水的洗，已经不再是水的洗。耶稣要受的洗是死亡的洗礼。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进入死亡，耶稣要进入苦难的当中，那是一种洗礼。所以对他的学生来说，他们也要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老师怎么样，学生也要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跟耶稣不是一件好差事，跟耶稣不是一个可以让你很舒服过日子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人家讲说，信耶稣你就无灾无病，信耶稣你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信耶稣你就所有的事情都很完美。没有，信耶稣好像你会经历到有一些这个感觉。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但是信耶稣通常是苦难的时间比喜乐的时间要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信耶稣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信耶稣不是让你每天过好日子，信耶稣是每一天你要学习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行，我就是要这样跟他去行的。所以
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个好差事是一个依靠顺服，是一个信靠跟顺服的抉择。它就像什么？它就像一个空白的这个合约，那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里面写的没有注明时间地点，然后也没有注明待遇跟工作的范围，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都不是这个你自己可以预设跟预想的。你要做的是签下这个合约之后，等着主为你来预备里面安排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信耶稣，跟从耶稣，不是我要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位置位分，我要在这里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肯定，或是人家什么样给我的称赞，不是的，而是你要随时随地预备好，当你签下去的时候，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是等候主在你身上为你所安排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的是在会堂的高位，我们常常喜欢的是在会堂里面能够有被受到人家尊重，但是不太有人喜欢去做那个打扫跟整理的工作，不太有人会去想要去做那个排桌椅的工作，不太有人喜欢去做那个收拾这个后面的做完礼拜之后的这些的周报或者是留下来的垃圾，这些人很少有人去做这些事情。前几天我们教会帮我们打扫的那个姐妹一个洪小姐，她进到办公室里面，进到那个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去做打扫。各位，她的直属长官是谁知道吗？她的直属长官就是我们的淑清姐妹，是我们的干事。但是呢，在打扫的时候，我就看到淑清姐她就站在旁边，然后这个打扫的人他就进去打扫。我说你是最好的一个榜样，为什么？因为你是拥有权柄的人，你可以叫你的长官站起来。打扫的人可以叫他的长官站起来，因为他要去服侍他的长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有极大的权柄，是因为你愿意接受呼召跟差派去服侍，而不是你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乎说，哎呀，我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个人家不想做的那种，人家看起来就是那个打扫整理的工作，那是小事情，不是。小事情你也能够有极大的权柄，你能够叫人家站起来，你能够叫你的主管站起来，你能够叫你的长官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从耶稣不是你自己要填什么样的内容，而是当你签完之后，等候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带领跟引领。牧师讲这个话，并不是好像觉得只是在打高空，或者是牧师自己本身没有要经历这些东西。卫理公会的牧师必须要接受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接受调派。接受调派的原因是因为，不管今天你要在大的位置上、小的位置上，今天你要在都市里，或是你要在乡村里，今天你要在山上或是在海边，不是你的决定。今天你的所有的决定都是等候上帝对你的安排。所以并不是代表说今天你在这个好的教会里面，资源丰富的教会，你永远都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你也许会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拥有跟经历很多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一些环境里，我们的位置跟我们的这个职位很好很高，是受人敬仰的，但是不小心可能就有人就要到这个比较低微的地方要去服侍比较这个低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是比较低微的一个情况里面，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人生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无论他带领我们在哪里，我们都等候主的安排跟命令。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很多人以为说好像我只有在哪些地方才能够发光发热，或是我哪些地方我才能够为主做工，或是才能够为主做大事。无论在哪里，上帝都可以使用我们，为他来做这些的事情。我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台大毕业的一个研究生，他在伊甸基金会上班，他是一个这个替代役的学生，替代役的阿兵哥。当他去服役的时候，他常常心里面很万谈，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为什么今天没有让我有一个小桌子可以坐？至少让我去送文件。为什么要叫我去打扫厕所？为什么要叫我去扫树叶？为什么要叫我去清水沟？对他来讲，这些事情好像不应该是他要去做的。我跟这个年轻人讲说，亲爱的弟兄，
请你有时候去贴近一下外面的人看看。有时候你去外面搭计程车，也许开计程车的那个人，他可能曾经是亿万的富翁，他可能曾经是哪个公司的老板，但是他也必须在他的人生当中某些时候必须要去经历这些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去决定我们的跟上帝之间的安排跟内容，是我们填上什么，而是我们等候上帝的安排跟带领。上帝的安排跟带领必然有他的旨意跟计划。所以信仰生活虽然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但是通过我们跟人的关系来实践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在表达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然而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上面并不是那么样的好的。有时候我们很会做基督徒，但是我们不太会去做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两个雅各跟约翰，当他们跟耶稣抢位置的时候，跟耶稣讲说我们要哪个位置的时候，各位知道其他10个人在做什么，知道吗？他们是愤怒的。你抢了位置，那我们10个人算什么呢？你抢了位置，我们10个人算什么？所以有的人他们认为说啊，我跟上帝的经历很好，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我跟上帝的那样的一个个别的关系很好，但是不太会去注意到跟人之间的感受。各位千万不要小看雅各跟约翰。各位知道耶稣常常带3个学生去做事情，知道哪3个人知道吗？彼得、雅各跟约翰，对不对？登山变相带谁去看的？彼得、雅各、约翰。所以很多时候，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的属灵经历，他们所学到的功课，他们看到耶稣的变相，他们都认为我们的属灵经历很好，其他的人都没有，除了老大那个彼得以外，我们2个是算是最厉害的啦。那除了我们以外，还有谁配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并不代表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看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雅各跟约翰他们在乎的是他们要在耶稣的旁边坐好的位置，但是他们不太在乎他们在人的当中他们怎么样去谦卑的服侍人。所以谦卑，每一位基督徒里面都应当有这样的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谦卑其实是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恩典显出多少，是看到我们认识基督有多少。所以当你认识耶稣基督越多，其实我们的心应当是越谦卑的，而不是我认识耶稣越多，好像我是比别人好的。我今天我念了很多的神学的知识，我比别人高超，我比别人多，或是我的属灵经验比别人多，并没有。这些经验都是要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人用的。上帝透过这些的事情，让我们去特别的经历跟经验，都是要让我们去服侍人用的，而不是让我们去抬高自己的身价，认为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谦卑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凡事都要赢，他叫我们要去无论如何都要去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来帮助我们。很多人在乎的是我的位置能不能够让我赢过别人。雅各跟约翰他们想要赢过其他的10个人，如果我们这个把位置给塞满的话，其他人就是要听话了，其他人就听我的话了。除了耶稣以外，我就是左右丞相了，我就是在左右边的，其他的10个人都是要听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叫我们凡事都要赢，但是他叫我们凡事都要去爱啊。他不是叫我们要去赢过别人，好像我的恩赐能力赢过别人，不是的，他是让我们透过这些恩赐别人去爱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出于爱，而是出于恨，或是出于别的动机而去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像很远的东西，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决定做什么事情，跟我们的动机很有关系。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很多阿兵哥都一样，我们很多男生都一样。当兵的时候，其实新训中心是很这个训练很多的。我记得我在进新训中心的时候，其实我很不喜欢我的连上的那个排长，那个执行官，
因为他每次好像都特别要去找我的麻烦，然后特别要去做一些事情让我很难受，所以我心里面暗自的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说，假如我今天我当排长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他这个样子。所以因为他的缘故，我就愤然就签下了一个合约，就是当了3年半的这个志愿役的军官。等到我签完了之后，去成为那个角色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做的事情跟这个人没什么太不一样，没什么太大不一样的事情。我自己要去成为那个角色的动机，是因为我恨他，我觉得我瞧不起他，我做的一定会比他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服侍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恨。有时候我们的服侍，不要以为说我们羡慕那个位置，有时候我们羡慕那个位置，不是因为我们爱那个位置，是因为我恨那个位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没有叫我们凡事都要赢，但是他要叫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爱。你能不能够去爱你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够去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去爱你这份工作？还是你是为了恨的缘故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多人是期待别人能够活出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而不是要活出上帝所期待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认为说，哇，你看别人那个站在台上一呼众默，站在这个舞台上坐在那个这个办公椅上面，然后指挥别人，那个才叫做权柄，那个才叫做伟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的路，这不是上帝的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期待看到的影像是这个样子，很多人期待看到的牧师的形象就是站在台上的牧师的形象，而不是下了台之后的牧师。有很多人要去当传道人的原因，是因为我羡慕那个站在台上的，而不是真正在台底下的那个时间的牧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出神要的样子，而不是别人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去期待要活出那个，哇，你看他拥有权柄，然后每天穿西装打领带，每天穿着很光鲜亮丽，然后去指挥别人，用口去指挥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这样，不是要去活出别人想看的样子，而是要活出神要的样子。神在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活出的样式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4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的回应。耶稣知道很多的门徒其实很讨厌雅各跟约翰，因为他们做了很不恰当的事情。但是耶稣不是用责备的语气，耶稣用和缓的、用缓慢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这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做。42节，我们来看一下42节，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2节，一起念来。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来治理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有大臣来操权来管束他们，这是在社会上的，这是在政治上的，这是在外在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君王有大臣，他们有权柄能够来治理来操权来管束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份特殊，他们的地位特殊，他们拥有极大的权柄。然而在教会里并不是这样，身份特殊并不代表凡事你都享有那么大的特权。在教会里面是反过来的，在教会里面是当你有这个位分，当你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是你要去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要说教会跟社会没有互相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各位，我刚前面开头的时候提到一个事情，现在是10月份，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10月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叫做能力越大者要什么呀？谋众人之福，然后这个服众人之恶，谋众人之福，这个是叫做能力越大者。然后能力越小者叫做什么？尽己之力，然后谋己之福就可以了。所以意思是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过去很多的政治里面是受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要能够成为那样的一个位置的人，其实你要成为服侍别人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公务员叫做什么？公仆，对不对？公众的仆人。很多时候这些概念不是社会自己给出来的，是教会影响社会的。在教会里面，
你要成为大的，你要成为最小的，要去服侍众人。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是政治的理念跟想法，不是。教会很早就在谈这个东西，教会很早就在告诉你说，你要成为大的，你就要成为最小的；你要为首的，就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43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他们这样说。43节我们请念来：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在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如果你希望别人看到你，你希望别人尊重你，你希望在教会里面你能够被别人看见，不是你要在哪个位置上发光发热，而是你能够用你的恩赐能力去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使普罗这样说：我们都是仆人，但问题是你在服侍谁？你在服侍谁？你在服侍的是你的动机吗？你在服侍的是你的欲望吗？你在服侍的是你的期待吗？或是你在服侍的是你的那个位置？还是你真的在服侍上帝？我们都是仆人，但是我们在服侍的是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那个角色是谁，不是我们的位置，不是我们的那个动机，不是我们的欲望。我们在服侍的期待都是在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动机，我们所做的，若不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常常就是偏差的，或者是常常都是偏离那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所以最近常常有一个词叫做歪楼，知道吗？歪楼就是这个在写 Facebook 的时候，后面如果那个问题偏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已经是歪楼的东西了。好，所以歪楼是什么？你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做的，但是当你插出去的时候，你可能服侍的就不是那个状态了。所以张文亮教授这样说：当好的主管不是天生的，而是体会天上的主一直在管理我们。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管理者的时候，也许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你是一个主管，或者你在教会里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或是你在你的家里面你是家里的家长。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者，要记得一个事情是：好的主管不是天生的，是体会天上的主一直在管理着我们。我们也要被主来管理。所以奥古斯丁这样说：想要治人的，他自己要先被上帝来治理。你想要去管理别人，你想要去治理别人，那么你自己要先被上帝来管理。好，所以45节我们来看一下45节，耶稣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人子来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45节，我们一起念45节，一起念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领袖好做，领袖虽然权力很大，但是他必须要为他所做的事情，或是为他所服务的对象要舍命，而且是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上帝想要重用的工人，就必须要更加的谦卑跟降卑。不是今天你拥有那个位置，你能够去治理别人，而是你要先被主来管理，你要先成为被主管理的人，这样你才能够去治理别人。所以耶稣来不是为了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来不是要吸引人的崇拜，而是要这个为人的罪来受死。耶稣来，他不是要带领一群粉丝，而是他要带领的是一群愿意跟随主的背起十字架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跟随主的缘故，你愿意跟随主，那么你就要预备好自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亲自做了这样的榜样，让他的门徒可以看见，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跟随耶稣是一个荣耀的路。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4章9节，这个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提醒。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所以保罗有耶稣在他的里面，保罗最常讲的话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
所以保罗他时常效法基督，在他的身上，他基督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基督怎么行他就怎么行。所以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说，保罗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为什么可以要求他的门徒可以这样来学习效法他？因为他是效法基督的人。所以腓立比书4章2节的地方提到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是为大的、为首的，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义务，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照着我们所行的去行。你希望跟随你的人所学习的是看到的是你的那个不好的样式，还是他们从你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他们要从你身上学到基督，还是从你的身上学到不是基督的样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教导别人的都是我们从主基督身上所学习到的，并且让跟随我们的人可以去领受、听见跟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不是只是要来这边享受这边的冷气，享受这边的设备，享受这边的很好的环境，我们要在这边要学习效法跟领受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学习效法主的样式，跟随主基督的脚踪来行。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领袖要学习耶稣基督亲自以身作则，所以耶稣不是只是叫人去做，他自己也是这样行的。好，所以有一个领导力专家叫做 John Maxwell， 他这样说，他说领导者知道方法，而且身体力行，并且示范给别人看。所以好的领袖不是只是叫别人去做，而是他自己要示范给别人看到的。这个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因为在马丁路德的时代里面，各位知道，如果读历史的话，知道在马丁路德时代，他的前没有多久的时间，其实欧洲爆发过一个很大的瘟疫，那个瘟疫叫做黑死病。黑死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老鼠身上的那个一些的病毒，然后感染到很多人，所以其实欧洲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死了很多的人，甚至包括有的牧者都已经放弃了教会了，都已经离开教会了，或甚至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多是害怕的。但是马丁路德他这样说，他说：“作为你们的牧师，我已经定义绝不抛下主的讲台，就算爆发100次的瘟疫，也不会让我退缩。”这个是马丁路德他这样的一个回应。虽然是很危险，虽然很多的瘟疫，虽然有很多的危险在，但是我仍然不放弃我所应该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给马丁路德的呼召，让他能够成为在讲台上面忠心摆上的上帝的仆人。上帝呼召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呼召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摆上在那个地方？即使别人不一定看到我，即使别人不一定注意到我，但是我仍然忠心的侍奉跟摆上自己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那让我们就为着耶稣而活。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行的一切，都为耶稣的缘故而做，为耶稣的缘故而生活。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是耶稣已经示范了，给我们能够来看到了。第二个，领袖要学习耶稣服侍跟造就别人。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这样的内容，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他说：“你们中间谁要当首领，谁就要做大家的仆人；谁要居首位，谁就做大家的奴仆。因为连人子也不是来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示范，并且让我们能够去服侍跟造就人。我们当中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耶稣的领导方式不是上面的那个拿着麦克风去跟大家指挥的，而是他亲自能够去为他的门徒来服侍跟洗脚。我们也许很喜欢做上面那个，因为那个看起来比较手脚比较干净，比较不会肮脏。但是真正的服侍不是在上面那个，而是在下面那个。即使弄脏双手，我也愿意去服务别人，这个才是耶稣的领导方式。
所以刚刚提到了，能力越大的人，要谋更多人的福利，谋更多人的祝福，谋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能奉献、能给予的人就越有越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你能够服侍别人的时候，当你能够更多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服侍的人，他们因为你的帮助，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再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能力越大的人，上帝给你的责任越多，你越能够有这样的力量去服侍。所以当你有越多的能力的时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自己留着，而是我们能够去服侍人，给予别人更多，好让别人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造就跟服侍。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即使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也可以造就我们自己1里以内的人，或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人，或是我们自己，让自己不会让别人变成是负担，或者是造成别人的压力，造成别人的困扰。我们把自己可以照顾好，也是一个很好的服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好的安排跟规划，使我们能够服侍更多的人。第三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领袖要学习耶稣为上帝做仆人。耶稣为了服侍上帝的缘故，做众人的仆人，牺牲自己。所以这个伯金斯这个人，他说，传道人内心的态度是：我为耶稣来做仆人，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传道人不是自己来做仆人的，传道人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做仆人的。他可以不是众人的仆人，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来做众人的仆人。所以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说：基督徒是在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成为众人之下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也许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可能是微小的，可能是没有人看见的，但是我们的服事都是来服侍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让我们的服事是为了服侍上帝来做的。所以顺服神是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而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早上我们的台语堂的司会，他在祷告词当中也提到这段话，我并没有跟他串通好，但是他刚好也提到了这段话。他说，服侍上帝的时候是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而不是做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服侍上帝的事情以外，有哪些事情不是在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要去思考。有时候我们常常透过职务之便，以至于得到更大的利益，这就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顺服上帝，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而不是做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后书6章4节说，在各样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所以在各样的事上，就是无论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上帝的用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无论你今天是当老师的，或是你今天是当家庭主妇的，或是你今天是当公司老板，或是你是工人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上帝的用人。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在服侍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而是他要透过我们来做什么。就上帝常常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你要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也许不一定我们都在很好的位置上，但是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我们就忠心的摆上，而且问上帝：你要让我在这里做什么？如果有一天上帝让你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的时候，也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各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以斯帖，是一个很有名的王后。她在成为王后的时候，她可能也许不知道，她突然间成为王后的时候，是上帝特别的旨意跟安排。所以包括她的这个叔叔末底改，这个要请她来做协助帮忙的时候，提醒过她说，谁知道说你这样的位置并是上帝为你安排的，就是要让你能够来服侍跟救这些的以色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无论在好的位置上，或是在低的位置上，无论是在坏的职位上，或是在好的职位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的用人，使我们都能够服侍上帝，在每个角色上面都能够忠心的摆上，好让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
能够领受你的话，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亲自成为服侍人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看见，教导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主的仆人，无论在各个地方，都让人看见我们是主的用人，在凡事上让人看见我们是主的用人，是主的仆人，让我们忠心摆上，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每一件事情都当作在服侍上帝，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我们在侍奉上帝一样。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忠心摆上，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上帝。愿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能力跟智慧聪明的时候，就让我们把这一些能够奉献在主的面前，为主所使用。当你放我们在每一个位置上，任何的位置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使人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金句背诵，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一同来读2次。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一起来唱心灵粮食选368首，爱主更深。我们唱1到3节。金钱奉献来回应对上帝的恩典，请诗献同工预备，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丰富的供应我们日常所有的一切，使我们福杯满溢。现在我们甘心乐意奉献一点金钱，求你悦纳，也求你让我们常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呈献歌。我们一起来彼此问安，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请坐。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21个主日，欢迎参加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朋友，叫周家乐弟兄，请有在请起，谢谢我们欢迎你。介绍是嘉恩。谢谢，欢迎你。再来肢体消息，教会消息，下周主日呢，我们会邀请更生团契的吴国华牧师分享监狱事工。我们也请为更生人事工关心来祷告。那很感谢昨天星期六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整理6楼的场地，让我们可以很快可以进行一些硬体设备的装置。那9月份的收支表，还有执事的会议记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那还有就是5倍券可以奉献哦。那请大家可以欢迎使用5倍券在教会。那截止日期是110年，111啊。是到明年的4月30号，所以请大家周报上，请大家修改一下。那再来就是教会将在10月底前公布明年新任执事的同工名单。那请为新任执事顺利产生祷告。那新任的执事名单会
将于记忆会前3周来公布。那也会在记忆会中开会接纳，并且通过授予职位。那我们教会依防疫放宽那个座位标准的实施，那我们已经不受限室内80人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会有间隔来做。那请弟兄姐妹仍然遵守教会的防疫的规定哈。那也是麻烦配合戴口罩、量体温、勤洗手这样子。那4班自10月起可以佩戴口罩练习跟服饰。洗礼前的造就班将于10月7号开课，由医院受洗或是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请向蔡牧师报名。还有成人主日学已经恢复上课，请弟兄姐妹注意讯息并参加上课。制服役也请为制服役人学院上课的学员出入平安，心灵得饱足来代祷。那教会将于2021年的哀读经计划，请为参加每日研经会友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红本门徒课程已经恢复上课，请学员预备上课作业撰写，于上课时分享讨论。还有卫理神学研究院下半年新学期新约导论课程也已经开始上课，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来祷告。那我们期望教会的聚会人数能够增长到200人，我们也为此祷告。以上是教会的消息。那牧师有要补充报告的？弟兄姐妹，牧师这边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不过当然不是叫大家不要去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啊。只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证。在礼拜3以前，我大概因为逼近50岁了，所以各位知道50岁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病痛，就是人家常常说50岁就50肩了啊。所以我已经快到50岁了，所以突然间这个礼拜3之前其实是一直痛的，然后没有办法写字的，包括能够写白板大概也只能够举到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再往上举了。那后来我的师母帮我贴那个药布，也没有什么效。然后那个德宏弟兄也给我一些止痛药，说吃了可能会好一点。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连脱衣服都是要师母帮忙代劳的。结果后来我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左手就搭过来，为我的右手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医治我的右手，让我可以顺利的展开来。连续祷告了3次，我说：上帝，请你医治我，上帝，请你医治我。祷告了3次之后，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手已经可以抬到8成了。到现在都可以抬起来啊，所以，刚刚提醒了，不是叫你不要去看医生，不是，只是当你真的需要危急的时候，当你没有任何医药可以帮助你的时候，要记得还有上帝可以帮助你。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上帝是很近的。如果你会为别人祷告，让他病得医治的话，那你也要为自己祷告，让自己的病、让自己的需要、问题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愿上帝帮助我们。好，这样谢谢。谢谢牧师的小小的分享。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神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尊。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无论在各处都能够成为主的用人，
能够在各个地方彰显主的荣耀，使人看见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请在订阅中也为着肢体消息来祷告，也为着施打疫苗的会友跟家人能够有平安，以及一些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